第二本有法国，遐个5读6用二八做题材的小说，佢做乜个写二八咧？佢用版写啦，用版来写，因为国民党会中意啦。但是佢咪要上到一啲方式来上去了解個，係咪從日本時代統治嘅台灣人嘅心靈，用來下書，就較做得了解咗200做乜個發生啦。韓國就講所講，古早一開始摸，直接講國民黨原版清音病火像摸寫嘅字，剩下咧日本時代用韓國來。佢書上寫講，台灣人對了祖國的情結啦，動判。對了為了祖國之下，祖國按貪污腐敗啦，其實台灣人啦，就會按樣台灣人啦，忍無可忍啦，就做出反抗啦。睇啲啲故事就是按樣，你係咪強調？故說5讀6。做你講嘅漢人啦、河南人融合嘅太共性啦，你係愛講嘅，做乜解咧？因為俩唔係講嘅罕見啦，保護台灣就會反日本人啦，一天為十個去對抗民主，對抗反強權啦，以後中國大陸漢人咪唔會得後背啦，所以俩歷史學家對5讀6俩本書親眼進去看啊，從頭去引用了5讀6寫200寫了移民精神啊，佢說了客家人5讀6嘅硬頸精神，唔止客家人佩服佢啦，所有嘅台灣人都佩服佢，等於大鄉客家人冇人數嘅，冇服從了統治者嘅反抗精神啊，就從以前嘅犧牲量。咪安樣啊安樣講到你5讀6繼承本地嘅阿公嘅影響所謂你親民體嘅性格係樣板佢大安樣嘅性格嚟形容對共學教、師範學教，韓國去做先生嘅之間情多苦痛苦矛盾對佢真切嘅性格磨合你統治者嘅就嘅行為啦，係咁講，佢做一個少數民族嘅客家人，因此因為看到你客家人地位真小嘅世界觀啦。